后来乡亲啊，过来这是一个互人感动爱的故事。一个才1岁3个月过往的小宝宝，伊的2粒油脂，一粒是关乎4岁李小妹妹，一粒是关乎8岁徐小妹妹。2个小妹妹总算是脱离着终身都爱洗油脂的痛苦。受赠者李小妹妹爸爸是真感恩，感谢捐赠者的大爱，感谢英总医疗团队的努力。伊讲，伊对于这个查囝将来都唔捌放弃。有朋友劝我们说就放弃，你这个孩子是强求来的，因为他是那个做那个人工受精，在他没有放弃之前，我们没有放弃的权利。总算等到你，家在无放弃，这个李先生甲伊的囡仔会使揽做伙，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。这个4岁囡仔出世的第3天，就先天就发生胃破空，致使白血性休克，油脂排气，爱洗一世人的油脂。他很会直播，大家可以订阅他的频道。另外，这个8岁囡仔爱酸直步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嘛引起油脂排气，洗油脂已经3年啊。换油脂是因好好活落去的唯一机会。去年一个坐3 9公斤白囡仔不幸过身。捐一堆干那差不多6公分的油脂，将这个爱传落去。2个囡仔各得到1粒油脂，一个生命离开，原来2个生命重新开始。也毋过手术嘛毋是遮简单。它血管非常的细，那所以呢，即便你接了之后呢，在我们的全世界的移植上面的统计的话，它产生这个血管栓塞的机会的话，大于50%以上。它即便立即的手术做成了，但是它可能在过了1、2天之后，它可能就因为血管栓塞，那这一颗肾脏可能就报销掉了。台北荣总器官医师团队伫去年热天同心协力拍赢这战。经过18点钟马拉松的医师手术，创下国内捐赠者体重上轻、年纪上细，并且将2粒油脂分别移入2个人的新纪录。手术后1年，2个囡仔拢大汉啊，油脂嘛较大粒啊。亲爱的囡仔，终生之日，生日快乐！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。